大家好，我是刘子怡。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祝贺我们的奕晨儿即将有新歌要发表啊！我跟奕晨儿其实从4年前就认识了，就是我们是高中同学啊。那时候他就蛮喜欢唱歌的，你知道吗？高一课业其实蛮繁忙的，但他还是常常抽出时间去练习室唱歌。虽然他都是唱台语歌，我也有建议他要不要唱中文，但是他坚持自己的梦想是很好的啊，其实。哎，你问我在听什么歌吗？来，我听的这个是奕晨儿的《红线变断线》，我放大声一点给你们听哦。好了，来，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奕晨儿他帮他爸爸写的歌。为什么要帮他爸爸写歌呢？因为他爸爸一直以来都想要当一个歌手哦，所以就算我们的奕晨他自己也很想帮自己写一首歌来唱，但是他还是先帮他爸爸写的。可以看见啊，我们奕晨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哦。我非常期待奕晨儿在11月30号发表的全新单曲《无巢鸟儿》，这是他用尽很多力气、花费许多时间所做出来的完美的作品。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一次的台语的新歌，谢谢。关于这次新歌的部分，其实有在follow我们奕晨儿的粉专都会知道，其实完成一首歌只是没有那么容易的，除了录音、调音，还有 MV 等，其实都是耗费许多金钱、人力或时间啊。我一直都很崇拜奕晨儿，因为他总是可以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奕晨儿他从以前开始就想当英文老师跟一个歌手哦，所以他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一些东西。那他是在他国高中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开始去做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不容易。因为一般的国高中生呢，他们就会觉得说，他们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读书就好了，然后追求别的梦想的话，他们可能就比较不敢一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奕晨真的是非常的勇敢，他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。然后呢，当然在去做这些梦想之前，他都会受到很多的阻挠哦。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奕晨你怎么才这么年轻就可以去当英文老师或是歌手哦？就是你明明就这么小，然后他们就可能觉得，哎，他不适合这样子。但是我们的奕晨都没有在怕的，他还是继续很勇敢的做自己。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。首先恭喜陈汉再出新曲。对我而言，陈汉的努力过程是毋庸置疑的。除了顾好自己的课业之外，他也会在放学的时间教导一些学生。他真的就像是一位人生导师。在台上，他能够认真的教课；在台下，他也会听我们诉苦，并且给予我们建议与他的想法。身为一位他的学生呢，我真的觉得从他身上获益良多。那么最后就祝贺这个新曲《无巢鸟儿》能够大热卖，祝福。那我和我的家人其实都非常期待这次奕晨即将发表新歌，希望新歌发表之后，大家可以多多捧场哦。那我在这边要暴露一个奕晨儿的小缺点哦，就是他有点强迫症，他很追求完美哦，所以不管是在编讲义啊，还是在写歌方面，他都会吹毛求疵，想要让它变得最完美。所以呢，我相信你们听到他的歌，一定都是他最精心的杰作哦。然后再加上，他也总是会拿自己身边的题材、自己的感悟哦，然后在脑中咀嚼了一阵子之后，才把那些东西写出来，变成一个歌词，然后可能就是给别的歌手唱。那么就是他其实一直都很想要自己唱自己的歌，
但是就是可能没什么机会吧。不过现在呢，他终于要有第一首自己写给自己的歌了，那就是我们一晨儿最新的一个歌哦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在这边呢，就是先祝贺一下一晨儿，希望你的这个新歌呢，可以非常的畅销哦，有很多人来听。然后呢，看到这支影片的人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现在就立刻给我去听那首新歌 ，OK？ 就这样喽，拜拜。一晨儿新歌《无想鸟》正式发行，赞啊！